哎哟，三六，你啥生得啦？会打扮啦？你看看那个才分吃的哪副打扮讲？夜里侬到1时1顿伐？头先敢吃。我跟你讲，搿是后藤的真啊！那3点饭嘛，那一半是中国。上趟全来吃大汤，领得不得。搿个是干啊！哎，后头个干还吃。刚刚一只干帮我做脱是伐？一只也是干。哎，干。哎呦！我当时打手里。我还吃个嫩个，嫩个。你侪是阿吃酸哇！你倒请我吃，我侪懂着。一个神父干拨你啊！哎呀，海包包菜来吃。夫唱妇随，饭结束。2日天后唱啥讲？后藤吃他刚吃回到屋里，但是3楼打电话来着，是个新妇进驻医院着。现在还是要去看看，不知啥个情况。5楼后室上，真的急死人！不是数工会谁喊着等着？本来是一直痛啊。啊，我去是后藤啦。上一趟采集是几辰光？我带你一起去的。哎，神经你哪能看出来着？喝的是什么水啊？维生素 D 可以补羊水的。不知道，反正医生开的。不是说补羊水喝那个椰汁嘛？那都告诉你，数工羊水一直补不上来的话。夫妇这么分中了哇？对的。要是现在羊是太一管，我会得3点去了哇，哪是讲脱啊？这等我3点转来2后了再。应该会。这你了。哎，种事体我从来没听说过呀。这个牙刷会得啥个啥个？那么今朝来中饭吃啥的？中饭订个哈饭订哈子。那么3人阿姨自己养出来，侪有可能1、2天过世的情况是吧？居然是闻所未闻。顺道边来参观一个北首个病房个卫生间，一家是别家啥子体，干湿法分离间啊，进去要挖点跟斗间。哦，现在去买2只鸭子拨你吃吃啊。一个是我目前唯一能够做个事体。医院旁边个壁画，想上去也不会低的。本来隔壁就是家乐福，夜杀鱼杀，可惜现在统统铁将军把门。医院边浪，市政府单独，体育中心附近，123还冒着暗黄金的地头，竟然还会得关门。看上去真的是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前2日天首轮场竟在家乐福，从介世界活，但人气楼空。再想想自家屋里，也共同人狗所在，甚至会分压出来，送到火葬场去的。比菜房头出来个都没，商店哪还非关门，房子哪还非跌高？哎哟，不能再做白话嘛子，鸭子了落得忙没杀了嘞，倒比这个甚至为了等子鸭子这羽绒嘞。哦，有办法子，蛤蟆伤心，鸭子再来份鱼肉，75块2个包，臭脱！看看我啊聪明，进口后关脱，国产后来着。不进则退，但愿蛤蟆先生翻一部家乐福的后人。辰光未窄，现在再到2层去看看，还有琵琶，琵琶哪毛发个？58、48。1斤啊？对。谁是不晓得阿弟哇？那个琵琶哪毛个1块？1斤啊？阿弟个价？半肉，你干巴了呢？我不是不懂呀，接了地，我是不管你发了个网，还可以的还讲，整个2斤。你看来，好了。3点吧呀，我管你噻。哎，我是来个嘞，哎，到。啥个？你看，还到。你看搿只猪的，你看，还在这里。一只，你看搿哪来个？你还不懂啊？你娘再改改，哦，你一个不来个，50块洋钿一抽脱，鱼子水工没牛拿不来管，一是4块3角，抽脱。领导吃饭为梨子捞起来了，琵琶收了，鸭子我海个蛤蟆先生送的来，我来看看那一搭吃个好着呢，那一搭2块个虾饭酱，哟，搿个菜哎呦，4个酱。